给青椒花花的。是咧炒。这个白花灯。什么活动？这个老师傅啊，好咸啊，这包水饺。包水饺。这边老公啊，哎呦，我要管呢。哦，头家娘你好，哦，我翕一个啦哈。啊，你无欢喜，你无快乐安尼，谢谢你哦。哦，谢谢你哦，别忘啦哈。好了，别忘啦。20块8个上的。哦。安尼40块。哦，原来川青来这买就有啦哦。哦，川青，哦，一包20块尔哦。无阮家己妈妈。我的妈妈呢？哦。上礼拜我哪买一包？谢谢啊，佫有人送哦。哦，原来川青遮好食就是这哦。川青会使炒啥物油？炒，拢会使在你。我炒第一油嘛会使。哦，第一油。普通油嘛会使。哦，普通油。哦，好。我到伫啊买白行啊，无加个川青啊。川青尔。川青。袂烂，你这边的那个无烂，袂烂。嘿，已经好稳了。哎，九层塔不一样，九层塔。我拄啊看迄足像。谢。啊，这包水饺是今仔日当有的呢？今仔日当有的哦。哦，后这个活动哦。哦，啊，当这大菜市啦吼。哈哈，这第三市场，东街街，哦，东街街第三市场，哦，迄有啊，纸有写第三市场。哦，啊，这人老师也办迄个办包水饺的啊，谢谢啊，吼，哦，东街街啊，东街街，吼，啊，这，哎哟，啊，这做第三市场啊，这第三市场啊，嘿嘿，哈哈。这第三市场啊，遐换来后咧卖菜。